哦，这生命力这么旺盛的木瓜呢？你看，空心的，中间管子是空心的嘞。啊，哪里空心哦？你看木瓜了，它这里竟然还可以再长出那个芽出来，然后还长好多，1、2、3、4、5哦，长那么多，长那么多芽出来了，你看，太厉害啊！还好像要开花了嘞，远方那个还开花了嘞。